那台湾同志游行的第一位彩虹大使是张惠妹，对，那当时她做了一件事情，是她捐出她当时的一个项链，然后并且就是到上网拍卖，那并且说就是今天拍卖这一个项链的所得呢，会成为下一届游行的启动基金，大家东凑西凑的这些经费来源来，才有办法去举办每一年的游行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募款组晚上就会去一些 gay bar 门口拿着募款箱，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我们要办同志游行，那请大家支持我们。世界第一场，有人将象征同志的彩虹旗。基本上，然后当时有4个是主要的，在这个团队当中内部的就是成员，每个团体只出1万块。那每个团体出1万块，意思就是每一年游行当时的启动的经费就只有4万块。对，那到了现在，可能像去年2024年，我们有18万人，企业的支持呢，其实是来到了1000万，就是中间其实是真的有蛮大的差别。